今日登上寶安區鳳凰山，海拔376米，係深圳10峰之一。跟住去黃麻布社區嘅鳳凰山龍翠谷睇油菜花。喺元朗地鐵站 G 出口落去巴士站，搭 B2巴士過去深圳灣口岸過關，再搭13號線去後海，再轉11號線嚟到呢個福永站啊！喺福永地鐵站打車啊，嚟到呢個鳳凰山主入口，車程大約20分鐘，有專車上去素菜館嘅。而家接近11點鐘，嚟到呢個鳳凰山啊，呢個鳳凰山廣場。如果唔上山，可以喺福永地鐵站打車去鳳凰山龍翠谷。而家過去鳳岩古廟先。我上咗去鳳凰山頂，跟住過去飛雲頂。呢條叫做步福古道啊，沿路都有人賣啲香燭啊。又有人幫人睇相嘅。嚟到呢個半山亭啊，繼續上去行石級樓梯，右手邊係元溪步道，直上鳳岩古廟。休息一下。第二個亭啊，步雲亭，繼續上去。呢個旁邊有嘢飲，有嘢食埋，繼續上去。由步福古道啊，上到嚟呢個鳳岩古廟，跟住再上去望煙樓。望煙樓就係鳳凰山嘅山頂啦，376米高。行咗約1.1 K， 用咗15分鐘。好，上去觀景台睇下風景先。呢就係鳳岩古廟啦，入去睇下先。左手邊就上去飛雲頂，望煙樓啊，即係鳳凰山頂咧，就直上啦。我去完鳳凰山頂，然後先再過去飛雲頂。開放時間係6點至7點。呢個係山清水秀亭啊。我喺呢個位置過去望煙樓，呢邊樓梯上去就係飛雲頂，前面呢個茂華亭，呢個旁邊落去睇下啲山景先。繼續上去啦，嚟到呢個位置咧，左邊就係飛雲頂啦，而家過去望煙樓呢個方向，跟住從鳳凰山頂返回這個分岔路口位，再上飛雲頂。右手邊呢個就係鎮山亭啊，旁邊有水賣嘅。前邊呢個係琴石啦，呢個就係許願亭。
呢條係昆盤徑一段啊，而家係順走，跟住咧就翻轉頭去飛雲頂啊嗰個昆盤徑嘅起點，而家過去獅口石，再過去望煙樓，即係鳳凰山嘅山頂。呢段就係昆盤徑一段啦。前面嗰嚿就係獅口石，好大嚿嘅石頭。哦，而家上去獅口石。而家喺獅口石望翻出去嘅，好喺獅口石打完卡，繼續行樓梯。呢個福永5號界碑啊！跑咗一小段，又要行樓梯啊！我行旁邊嘅山路。前面就望煙樓啦，100米洗手間。到啦，望煙樓到啦，由鳳凰山廣場行咗接近2.6 K， 時間就5分鐘。好，鳳凰山頂376米高。前邊呢個就係望煙樓，喺鳳凰山打完卡，而家沿路落翻去一小段，再過去飛雲頂啊，然後再落去鳳凰山龍翠谷昆盤徑一段啊，逆走過翻去飛雲頂，仲有990米。喺鳳凰山頂望煙樓啊，376米高，沿路行翻出嚟呢個位置，再上去飛雲頂。飛雲頂就係昆盤1號徑嘅起點啊，仲有190米上去飛雲頂。西向4號界碑。飛雲頂到啦，呢個係思賢亭。喺鳳凰山廣場啊，主入口行到嚟呢個鳳凰山山頂望煙樓，然後再過嚟而家呢度嘅飛雲頂，跟住沿住呢度過去黃麻埔出入口啊。過去嗰個鳳凰山
龍翠谷，喺鳳凰山廣場上去鳳凰山山頂，再嚟到呢個飛雲頂啦。呢個就係昆壇徑嘅起點，前邊呢個就係鳳凰徑嘅起點。而家過去黃麻埔方向，落去鳳凰山嘅龍翠谷。落到嚟呢個分岔路嗰位，就靠左過去黃麻埔出入口啊！喺山頂啊，望煙樓過到嚟個飛雲頂。跟住落返嚟呢個位置，再出去黃麻埔出口，落石級樓梯落去鳳凰山龍翠谷。一直落呢石板樓梯啊，差唔多有成過千級啊！個蝙蝠洞喎，嗰邊就係黃麻埔入口，繼續落去千級樓梯。哦，出去黃麻埔出口，嚟到黃麻埔入口啊！今朝打車嚟到鳳凰山廣場，行呢個步福古道啊，上到去鳳岩古廟，跟住上去鳳凰山山頂望煙樓，又行返過去飛雲頂啦，然後再過嚟而家呢個位置黃麻埔入口，過去嗰個鳳凰山龍翠谷。出到嚟咧就轉右呢個保安亭啊，再行前，而家行馬路過去鳳凰山龍翠谷，前邊就係黃麻埔公園。嚟到呢度路口啊，轉咗就係龍翠谷啦。前邊呢個天主教堂啊，耀文路北嘅方向過去，九水農家菜喎，前面有一個草莓園，啲草莓園旁邊啊，靠右過去龍翠谷，呢條就係龍翠谷路啊！喺鳳凰山廣場上去鳳凰山山頂，再過去飛雲徑，然後落返嚟黃麻埔路，過嚟呢個鳳凰山龍翠谷，用咗2個半小時，行咗6.8 K。旁邊有釣魚喎，成個龍翠谷好多嘢玩啊！龍翠谷入口啊，行到嚟呢度有個花海，而家就係油菜花。呢個係免費入場嘅，靠右手邊過去啊！呢個拖拉機嘅基地喎，可以玩嘅喎。
前邊就係油菜花田啦，龍翠谷正門呢邊埋去咧就係油菜花田。拍完油菜花喺鳳凰山龍翠谷個門口打車走人，去返今早嗰個福景地鐵站。